你俩处得不错。什么叫处得不错？你没看着铁链绑着呢吗？看见了，说明什么？他不是庆国人，怎能不防？那你杀了他不就完了？还天天守着？杀了他，对我并没好处，也没坏处，自欺欺人。你回使团做什么？这话问的，我假死结束了，该活过来了。你活不过来了。高大人，高大人，老王在呢，拿着，这干什么？拿着，有事儿求我呀？哎，自家兄弟啊，以后用不着啊。这北齐的银子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味儿不一样啊。哎，老高，给我这银子干什么用的？赔你的，赔什么？你小子把我什么东西弄坏了？没弄坏，有衣服钱。你当时不是走得急，有几件衣服留在使团了吗？你给丢了？不是丢了，那几件衣服也不值这么多银子呀。丢什么丢啊？在我手底下还能丢衣服？不是，那没丢，你赔我什么呀？让人买走的。买走了？不就那几件破衣服，他能卖这么多银子啊？你是不知道，使团这一路每过城镇都是人潮蜂拥。拥什么拥？是收旧衣服啊？咱能把这收衣服的事情先忘了吗？人家都是来祭奠小范大人的。都说使团是小范大人最后一站，一个个往马车上扑，哭着喊着说要收藏小范大人的遗物来寄托哀思。这死讯都传这么广了，我以为啊，只在京都里边瞎传呢。何止京都？你的死讯，庆国皆知。不合理，当然不合理。监察院做的宣发。什么是宣发啊？幕后推手，传播消息。要做到这种程度，光是监察院还不够，得是陛下的意思。可是陛下明明知道我还活着，为什么要传播我的死讯呢？陛下目光自在天下，所以传播我的死讯是为了庆国。一切都是为了庆国。既然我死了，对庆国更好，不如你借势来个假死变真死。你想怎么样？我得活着回京都，李承泽的事儿我要查到底。不是我不让你活，是你没法活。我明白，除非我的假死合情合理，忍辱负重，才不算欺君。最好顺便把这个文坛传承的事情也做实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北齐大公主是不是也在使团？你要做什么？她人怎么样？反正就是个公主嘛。都已入夜，小妍公主有何？范闲，你不是死了吗？公主见过我？
偷偷见过。我比你还意外呢。什么叫偷偷见过呀？母后寿宴，在后殿，我亲眼瞧见你和我朝圣女朵朵姑娘于众目睽睽之下脉脉含情。没有，绝没有脉脉含情。至于吗？捡起来。万使臣，你这是没死透？不是真死啊，不是真死。没事了，散了吧。初闻范使臣噩耗，颇觉震惊。现如今见到范使臣安然无恙，本宫也颇觉欣慰，总算没有天妒英台。公主很少出门吧？身为公主，怎能擅出宫门？明白了，所以有些紧张。大齐皇室无论在何处，都得荣辱不惊，怎会紧张？行，明白了。公主殿下，咱们聊点正事儿。啊？你来之前，你家小皇帝和太后跟你交代什么了？都下去吧。母后与陛下都与我说过，范使臣与大齐暗中走私盈利往来。他日范使臣若是有讯息，可告知我，我便可把讯息传给大齐。所以咱们也算是自己人。算吧。所以我不能死啊！这不是没死吗？可以活不成了。我要是活不成，咱们之间这买卖还怎么做？啊？那范使臣要怎么活啊？公主会说谎吗？大齐皇室最为忠信，怎能伪言瞒昧？那公主要是不说谎的话，您家母后和陛下跟你交代的事情就做不成了。那我也不会啊。公主放心，很简单的，我教你啊。怎么了？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恭喜诸位，终于逃出生死之危。生死之危啊！使团离开大齐，进入庆国境内，就有人追踪而来，暗中窥视。公主危言耸听了，使团进入庆国，自有军方护卫，谁敢动手啊？对，这世上总有千军万马也挡不住的人。哦，难道是大宗师？啊，没错，大宗师来使，大宗师听说过。大宗师之威胜过铁骑如林。大宗师为何要针对使团啊？庄墨涵先生临终之际，将一生藏书赠予范闲范大人，这代表什么？这当然是代表文坛传承啊！没错，文坛盛世总在两国之间，其他人心中怎么想？
是境外蛮族，是杜一城。公主怎会知道大宗师会出现呢？我本人亲眼所见，贵方使团中有人以一己之身直面大宗师，他以自身性命保住了文坛传承之路，保住了诸位的性命。这是谁呀？不知道，绝对是个高人。是啊，竟敢直面大宗师，有魄力。哎，干钱呀！不许靠近，不许靠近！小范大人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小范大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给我们大家讲讲啊！给我们讲讲。哎，算了，不说也罢。大人他这是不贪功啊！可是大家有知道真相的权利。启年，大人，诸位，在这个大宗师面前呐，大人只有假死这一条路。只有小范大人他死了，那所谓的文运才能无人继承，那位大宗师也就不用杀入使团，才确保了大家的安全呐。原来小范大人假死是为了救我们，为了倾国呀，不值一提。公主啊！凑巧此事被公主撞见了，多谢公主为范某隐瞒。文运乃国运，大齐南庆，分而享之，岂容他人染指？公主请坐。给公主喝水。敢问小范大人，对手是哪位大宗师啊？未曾交手，这大宗师若是真出了手，我怕是已经死了。只不过远远瞧见那人用剑。哎呦，你就白问，大宗师就4个，除了北齐大靖，还有谁呀？4支箭呢？我没看清楚，可不能乱说冤枉好人呐。没看清楚的事儿不能乱讲，万一人为这事儿杀过来怎么办呢？对，多亏了小范大人呐！多亏了小范大人。一切为了秦国。秦国！大家安静，给大家半个时辰的时间，整装拔营。半个时辰之后，准时出发。小范大人安然无恙，是庆国的幸事，速将此消息传回京都。是啊，对他吧。是啊，小范大人这乃庆国之福啊！对呀。终于活过来了。是啊。小范大人，你不怕那4股剑亲自赶来？他要是为了这点事儿啊就能赶来，那他早就赶来了。啊？多谢公主配合。范大人，有件事不知能不能问上几句？你问呗。贵国与我大齐联姻，那位大皇子是怎样的人啊？大皇子常年领兵在外，我跟他没见过。哦。哎。你见过大皇子吗？
没有。哎，您慢点。小严公子，多谢啊。通过我的手，你死了；通过我的嘴，你又活了。范闲，没下次了。哎，老王啊，前面来一人啊，是来接使团的吧？怎么一个人跑过来了？哎，这人看着眼熟啊！啊！哎，小范大人，哎呀，你可回来辛大人，要不车上歇会儿？哎，辛大人，哎，慢点儿。哎呀，多谢，哎呀，多谢。范大人，此行真是大展国威啊！如今回京，必平步青云，可喜可贺呀！那这么说起来，陛下没怪罪我欺君之罪？啊，哎，陛下没说，就让我等迎接使团归京啊。辛大人辛苦，那咱们现在进城。哎，这个，使团一行啊，万众瞩目。这个礼部早准备下一应礼仪，只不过什么？你说呀。只不过巧了，大皇子自军中归京，也是今儿到。那是真巧。本来能避开，无奈前日涨水，把东边的官道给冲垮了。大皇子又临时改变了行程，这不就都怼在北门撞上了吗？他这伙人呢？不远，离此不足3里。所以呢？大皇子的骑兵亲卫，待会儿就到。所以到时候2队人马挤在城外，不太好看。正是。礼部专门让你过来，劝我让个路。人家毕竟是皇子。范大人劳苦功高啊！大人，您待会儿就在路边上，您稍微歇一会儿，等殿下一过，礼部鸿胪寺各位主官必亲自出城迎接使团进城。这点小事随便找个办事的，跟我说一声就行。怎么辛大人自己跑一趟？无妨，我对范大人也是日思夜想啊！您看，兴奋的我昨天晚上都一宿没睡觉。您看我现在见您多激动啊，激动的我眼泪都……辛大人收。辛大人晚些再哭。行，我待会儿再哭。那您这让路的事儿呢？这事儿简单呀。哎，是，我做不了主啊。啊？北齐大公主也在车队里，知道吧？啊，那是知道。将来2国联姻，这位就是大皇子妃，也知道吧？啊，知道。那让路的事儿，咱是不是得跟人请示一下？哎呀，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你想瞒着？瞒着好。好，都听见了。听见了。欺瞒皇子妃这事儿那是辛大人主张的。
别呀！那还是请示一下吧。行啊，都听辛大人的。别都听我的呀！辛大人，别，辛大人，我做不了主啊！怎么会这么巧？说是换了行程，换了行程，就碰上我这边。虽说这公主车驾便代表着大国威仪，但是外臣觉着吧，反正将来都是一家人，这种事情不必在乎。